爬山 ขึ้นศาลขึ้นศาลปักศาลปักศาล星期六一起去爬山拜六穷哈希ขึ้นศาล拜六穷哈希ขึ้นศาล拜六穷哈希ปักศาล拜六穷哈希ปักศาล单车吃行茶吃行茶我这星期六要去参加单车比赛我下拜六要去参加吃行茶比赛我下拜六要去参加吃行茶比赛骑马骑马的骑马的我这星期六和朋友要去骑马我下拜六老朋友要去骑马的我下拜六老朋友要去骑马的我下禮拜同朋友要去騎馬嘅。我下禮拜同朋友要去騎馬嘅。興趣興趣興趣賽跑走上腳走上腳國中時的興趣是賽跑國中時節嘅興趣係走上腳國中時節嘅興趣係走上腳游泳游水游水游水嘅游水嘅我要去練習游泳我要去練游水我要去練游水我要去練游水嘅我要去練游水嘅畫圖發圖發圖我先帶他去畫圖我先推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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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畫圖種花種花種花我去朋友家的花園種花我去朋友屋下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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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園種花看書
看书，看书。休假去图书馆看书。了日去图书馆看书。了日去图书馆看书。料理，料理，料理。我也会去看料理方面的书。我咪會去看料理方面嘅書。我咪會去看料理方面嘅書。课程，課程，課程。社區大學有開料理的課程。沙溪大學有開料理嘅課程。沙溪大學有開料理嘅課程。唢呐，他嘅，他嘅。我想要學吹唢呐。我想要學盤他嘅。我想要學盤他嘅。跳舞，跳舞，跳舞。朋友下午要去跳舞。朋友下晝愛去跳舞。朋友下晝愛去跳舞。拔河，綁太索，綁太索。被老師叫去練拔河。本先生嫌去練綁太索。本先生嫌去練綁太索。社團，沙團，沙團。各樣式的社團，各樣式嘅社團，各樣式嘅社團。足球，足球，足球。足球，足球。參加的社團活動是足球。參加嘅社團活動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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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戲劇，戲劇，戲劇。要和戲劇班一起表演。愛到戲劇班共下表演。愛到戲劇班共下表演。
愛屯去劇班看下表演。愛屯去劇班看下表演。義工、義工、義工。我们要去养老院当义工。我哋愛去養老院做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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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服務，服務，服務。每周服務好幾小時，逐禮拜服務幾點鐘？逐禮拜服務幾點鐘？逐禮拜服務幾下點鐘？逐禮拜服務幾下點鐘？自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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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願。需要自願參加的人，是要自願參加的人，是要自願參加的人，是要自願參加嘅人，是要自願參加嘅人。滿足，滿足，滿足。那是一種內心的滿足，這是一種內心嘅滿足，這是一種內心嘅滿足。快樂，快樂，快樂。心裡會得到快樂，心肝肚會吃到輕快樂，心肝肚會吃到輕快樂。今日學到嘅愛嘅興趣一個主題咧，就留大家分享到這片咯，請大家繼續來持續來收聽客家苗語學院，你會繼續帶俾大家精彩又神奇嘅課程哦。客家苗語學院，我哋大家講，將來了咯，我係圖書中阿忠古，拜拜。